常见应该就是违规停车吧？应该是第一个违规停车，第7个这个红灯右转吧。我觉得应该是闯红灯吧。最常见的话，应该是比如说违规临停吧。对骑机车的人来讲，就是如果车子违规临停的话，机车常常就必须要绕出机车道，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增加就是用路上的安全的顾虑。今天想要讲争道行驶，因为像来的路上有时候车流比较多的路段啊，然后有时候遇到就是可能汽机车想要超车，然后机车就常常会切到内侧的快车道，然后对于就是开车的驾驶人来说，其实这样子就还蛮危险。台南市10大常见的交通违规哦，那第1名是违规停车，第2名是超速，第3名是闯红灯，第4名是未依规定使用灯光，第5名是未转弯未依规定，第6名是争道行驶，第7名是红灯右转，第8名是未依标志标线号志指示，第9名是违规临停，第10名是未戴安全帽。我们经常看到用路人开车或者是骑车，他贪图方便，直接在路边或者是十字路口、交叉路口，甚至在人行道还有行人穿越道，直接停下来。像这种行为一般都会挡到后面车子的视线。有时候后面的车子为了闪避前面的临停违规停车，为了闪避前面的车辆，去跟其他的用路人车辆追撞这样。很多驾驶朋友就如网络所说的切西瓜或者是鬼切直接从外侧车道左转，或者是从内侧车道右转它跟争道行驶差不多是一个概念。一般我们在路口接近路口处会画设双白线，那这个双白线的用意就是禁止驾驶人横越或者是跨越双白线那这2个交通违规都会造成后面用路人闪避不及，突然冲出来追撞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请每一位用路人从自己做起在路上多点耐心，多点安心。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其实交通安全是行的一个基本权利了。那过去台湾常常被人家讲说行人地狱，台南也常常被人家批评我们的这个交通的事故率比较高。那我们从硬体跟软体方面的改善的双管齐下。硬体的部分，我们对于路口的设计，包括行人专用石像，还有包括路口的改善，这些在做那另外软体的部分，我们希望驾驶人跟同学都能养成，跟我们的市民朋友都能养成安全通行的习惯。大家好，我是柯曼青，欢迎收看11月24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好民众实在体验各种的循环能源，市府为24号到26号，在大台南会展中心举办沙轮智慧生活周活动，欢迎大家做伙来参观。来自省官学研等各单位，总共超过60间厂商参展的沙轮智慧生活周。展示各种热能甲先进的资讯科技，就是要让民众了解、体验各种创新科技伫生活所带来利便，进一步打造绿色能源、创新智慧甲永续行动等5种能力。24号活动伫经济部能源署甲市府等各界贵宾的见证盛大开幕。
政府在推动一个近邻转型，在能源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明确的方向跟目标。那这些也都跟我们的生活其实息息相关。那所以我想今天透过这样的展览，可以把我们阶段性的成果介绍给大家。那在场有很多的我们这些成熟的厂商，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做参观、做讨论。说科技的发展、智慧能源的发展，跟你我的生活有什么息息相关？而且已经走在应用端了。就是说大家觉得哇，这个好炫哦，哇，这个好厉害。但是这个叫好之外，也要叫座。叫做就是跟你我生活，我们这个直接就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而且已经应用的。所有参展的抽奖当中，较特别的是来自正修科技大学教授所研发的军用机器人，会当配备真正称职的机枪。不过现在已经转型为消防救灾等民生的需求。那由于军事机器人在地面的这个发展上面有很多的种类，那它的要求的 IP 像6566的要求等级也非常高哈，因此它的技术如果转移到民生用途，像是救灾啊、消防啊、地雷侦测啊，或是其他这个地下管线的这个判别、下水道的疏通，都有很好的一个用途哈。尤其军用的严格环境的要求，对于民生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哈。展览当中，台电嘛透过控制各种节能家电的方式来建立智慧家庭，希望配合政府宣导2050年净零碳排的脚步。主办单位经发局邀请大家11月24到26来到大台南会展中心参观体验。今日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台南市24号宣布，2024圣诞跨年系列活动。有2场亲子活动，3场大型的演唱会，以及首次伫2个行政中心举办跨年演唱会。市长黄伟哲嘛甲主持人徐凯西要来做会议看卖跨年的艺人名单。小跨年来台南就对啊！2024年台南圣诞跨年系列活动就将要登场。市府伫记者会当中，突然宣布12月2号，中亚艺文园区的奇幻童话屋开始有2场亲子活动。伫12月23，市府西边广场有演唱会，以及关市合并以后，12月31号第一摆伫上行政中心同时办理跨年演唱会以外，市长吴伟霆嘛甲主持人徐凯西神秘开箱。邀请大家做伙来约今年圣诞跨年的艺人，有机会抽到明星的签名海报。我手上其实有一个非常神秘的信封，因为这次的卡司市长都保密到家，其实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我自己也在猜说到底是谁这样，还是也不知道吧？我现在真的不知道。第一位是金曲歌后，金曲歌后有哪一些人呢？哇，这个是哪一天的？31日就举办新营跟这个西侧广场的这个跨年卡司都非常精彩有卡司有多精彩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主办单位他们还是这个列为很高的机密。那等一下我们再来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今年绝对是盛况空前。那虽然我们的预算少，虽然我们的经费不多但是我们还是要呈现给市民最精彩的。就表示，因为明年就是台南400，有真侪日本友谊城市拢将来台南到老咧，所以到时一定会邀请日本流行歌星来出席台南跨年系列。所以，日前邀请大家规划台南的旅游，来消跨年，享受美食，保证收获满满。今日新闻军集采访报道。黄先利、陈中正、黄进士3位7股区里长，24号会同地方领事，以及立委候选人陈坤和召开记者会，则会推动反对不当竞争救7股人事活动。政府推动绿能政策，较衍生业者竞争，甲民众争地，影响到农渔生计的问题。对此，7股区多位里长、7股区居民自救会发起反不当竞争救7股万人人事活动，目标伫7个月内募集到万人的支持，
当地里长陈忠正、黄先利、黄进士等人也表示，因无反对立陵，但呼吁应该总量管制，莫阁继续种电，互在地渔民一个生存的空间。我毋是反对种电的，我是反对立陵的。重点我是讲，你爱种伫应该种的所在嘛，对无？有真侪盐分真重的迄个农作物袂坏的，你爱去找迄个所在嘛。阮七股遐规个遐远，真拢还搁咧转作，规个拢会当种饲料，高比种咱有无？你去阮七股遐甲看卖，规个农地。外面即伫咱七股，互咧种电，牺牲着咱七股这片土地来形成即个立陵政策，对咱七股人是极度的无公平，极度的无公平。无重大的发展，结果是甲咱杀落要来种电。你早讲着杀目片，饲杀目，饲粉苗啊，饲虾啊，即摆有饲乌鱼，沿海呢，咱遮有一个小水质有够好，拢是钓鱼。即目前台湾钓鱼上介济、上介深，嘛是拢来自咱七股。这样啊好的环境呢，你为何要直直种电、直直种？种甲拢无留空间，互咱遮里民、互咱遮渔民有一点生活的这个机会呢？台南市第二选区立委候选人陈坤和也来声援表示，台南市种电则着已经达标，因唔知影控制，阁想要开放台61线以西种电，根本是独立厂商向银行搬钱。到2025年，按台南市负责的再生能源3.25 吉瓦，按台南市去年11月就已经达到3.8吉瓦。你想，是不是很会作业？你以为黄伟哲很优等生做作业吗？官商勾结。七股区17位里长展开万人联署，反不当种电救七股活动。因嘛会伫26号下晡2点半，要伫七股龙山宫号召万人团结，做伙来反种电。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议员政治界服务处主任谢宏斌连续14年得奖，最近4年阁得到只有调解令的行政院长奖。市长黄伟哲24号专工到服务处表扬伊的贡献。为前副议长詹顺良、前议员詹信凯，到现在议员曾之杰、谢宏斌一直拢伫咧两台3位议员服务处工作，为民众调解纷争。敢若是去年1年来，就调解大约300多件纠纷。长年来如此优秀表现，经互谢宏斌连续14档得到行政院长奖。市长黄伟哲23日特别前来颁发红榜祝贺。台南市赞不赞？赞！教民主任荣获我们行政院所颁奖表示说他对于调解业务的一个成立贡献了非常多的心力。总共在东区调解成功成立了164件，那在全部的这个服务的调解成功的数字有高达300多件，可见事实上不但减少了送累，也化解了纷争，更增加了和气，更让我们许多地方民众的纠纷能够得以顺利解决。议员曾之杰表示，真感谢洪斌主任这一冬来辛苦，为民众调解。接续落来，伊也希望曾之杰服务团队会当持续为民众带来更加完整服务，更加优质拍拼。我相信这个荣耀呢，除了是我们谢主任他这一整年的辛苦的这个付出得来的，所以我们整个服务处团队呢，今天是喜气洋洋，那也很感谢他。那常常呢，每天就是在我们服务处帮我们坐镇，然后带领我们这一些中生代的这个团队一起在为台南市民打拼。那希望接下来明年又快到了，那明年芝姐也希望自己还有这个能力继续带领我们曾之杰服务团队，继续在我们台南市在地方继续做最完整、最优质的打拼。那再次恭喜我们谢宏斌谢主任辛苦了。谢宏斌主任表示，伫服务处理当来，爱感谢前副议长詹顺良、前议员詹信凯以及现任的议员曾之杰3位议员，互伊有机会会当大力协同调解领域，这也是议员为民服务上重要一环。必须要伫法治甲真理的基础上，
为两组做出上好的建议，降低因为司法诉讼所衍生的社会成本。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咱先歇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由台南市文化局甲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共同办理创龄有线艺术课程，为去年7月份开始，中北李老师的指导之下，24号伫桂林文化中心举办发表会，展示300件艺术作品。创龄有线艺术课程是予中北发挥艺术天分的所在，开办到今已经1年半。伫台南市文化局甲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合作之下，伫桂林文化中心举行成果展，现场相当热闹。1年半的时间，有5期的课程期间，他们发表了非常特别的常民文化，还有一些素人的一些特殊的独一无二的艺术价值。那我非常感谢文化局的支持。那我想，老人退休后，我觉得不是只有长照跟日照，而是应该让他们在生活上有更多的一个创意跟艺术的涵养，让我们的整个对高龄化的一个引领的照护，不是只有照顾他们的3餐而已，而是去开发他们整个心灵的创作能量。课程以桂林的生活美学为主轴，整合画图基础、造型表现、甲当代艺术，为中北设计趣味性以及了有性的艺术体验。经过3位老师的指导，做出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用最简单的材料，用最精简的技巧，让他们去做出一个不输专业的艺术作品。那每个单元大概就是2-3个礼拜的时间，然后我们让他们就是示范之后让他们实作，那实作出来的效果基本上都非常非常的好。依照我们在上课的经验，真的也非常有成就感。那课程的设计有在老师的规划下，有好几个主题都蛮有连贯的比如说这个归人印象顺其自然。作品多元精彩，而且充满故事性，展现出中北透过艺术内涵走出家己的心灵。未来期待创龄课程会当加入去社区，和较侪长辈共同来体验艺术创作的美好。台南新闻上海采访报道。大观音亭甲行政宫推动文化资产保存，得到台南市文化局公庙博物馆认证，市长黄伟哲到场表扬。台南市文化局推动公庙博物馆，即马阁加了一间，由市长黄伟哲颁发认证牌匾，予位伫北区的大观音亭甲书店行政宫。台南是文化之都，也是宗教之都，不管文字、文物，也是形象，拢是文化的瑰宝。值得大家努力维护推广。会当借着宗教的力量，会当保存这个文物，然后会当互咱子孙、咱后代、咱的少年人会当看到，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代志。所以，叫做台南市政府管理亭专业来和这个行政局来到会合，会当互咱的文化的保存、文物的保存会当更较好。大观音亭甲书店行政宫是台南市的市政古迹。更是台南市第4间的公庙博物馆，庙宇的前方主祀观音佛祖，后壁是主祀保生大帝。2间庙是紧密相连，拢有着非常水的庙宇工艺作品，包含有艺术彩画、展亮等等。咱摕到这个这个宗教博物馆的这个认证了后，我直接要甲市长保证，庙市长那位，咱一定会将咱书店行政宫大观音亭所有的这个上水的物件来献予咱这个信众，献予咱这个
市民来观赏。庙方也出版侪个庙宇文化相关的册本，同时办理各式文物展览，现场就有多达50件的实制品展览，并推出实体工艺大富翁工艺导览地图，让民众明白庙宇的传统特色。台南市民所怀采访报道。桃园市龟山区农会举办了3场做地体验活动，日前来到长生制茶厂，民众会使甲农业局长做伙参访，了解智慧农业之外，阁会使体验做地。过程虽然辛苦，但是拢感觉真趣味。学员们捧着一盘盘揉好的茶叶下楼交给老师检验并铺平，准备送入干燥机烘干成茶叶。近来是秋茶采收的季节，龟山区农会便在区内3家制茶厂举办制茶农游体验活动。其中6号上午，台湾市府农业局长和25位学员来到长生制茶厂参访机械采茶，了解智慧农业，还体验了手工揉茶、亲手制作陶印红茶。龟山区农会推广部主任也详细介绍活动内容，希望能让更多人来认识龟山的茶产业以及在地好茶。那我们有请到讲师，就是我们的苏彦硕分厂长、中山分厂长来为我们讲解哈。那我们制茶体验，我们就是有从揉茶开始，下午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甜点我们也请到我们的尤玉娟老师来帮我们做这个活动，就是苹果派，会有一个评比的话，就是我会产生8名的那个什么优胜，就会有送个小礼物这样子，也希望民众能够多多来参与。报名参加的学员老中青都有，在制茶师的指导下，在1个半小时内反复搓揉茶叶，让茶汁渗出附着在叶子表面，以利于快速冲泡出还原香醇风味的茶汤。不仅考验体力，也考验技巧，让民众直呼以后会心怀感恩来喝每一口茶，也更加理解要如何来泡茶。亲自看到茶师跟我们讲要怎么制作，然后我觉得过程蛮有趣，因为没有想到就是平常喝那么简单的一杯茶，其实背后要经过揉茶，然后等待它发酵，然后再弄干，然后再到最后冲泡出来，所以就觉得很辛苦，之后会很珍惜喝到每一口茶的那个机会。那个茶师有跟我们分享，早期的时候全部都是用手工的揉，然后我想说哇，以前都是这样2-3小时要揉，其实真的非常辛苦。然后后来是改成机器，所以就是用80公斤左右的大机器去做揉压动作。然后就是我们今天是用人工的方式体验，所以就可以知道是需要付出非常多的人力才能就是跟机器做就是平衡这样。智慧采茶真的是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哈，但是它可以就是改善我们人力缺乏的一个问题哈。揉茶真的需要技巧，还好今天老师都随时在身边，一直在教导这样子那不是蛮力的一直在揉这样子。我们在揉茶的过程当中你就会体会到原来每一泡茶里面就涵盖了这个制作茶的这个辛劳哈。那我们真的要好好去珍惜大地给我们的这些礼物这样子。看似简单的揉茶，却是塑造茶叶独特风味的重要步骤。长生制茶厂的负责人，也是这次教学老师之一的林和春，也称赞大家学习认真，都有搓揉到位，让室内弥漫着一股清淡茶香。希望民众能透过体验来了解制茶师的生活。这一次我们准备的原物料来讲的话，状况尾雕的都还不错啊。那在揉的过程当中，学员们也非常的认真的学习，那揉的都有到位。那我们在烘干的过程当中，闻到现在空气中闻到这个香气呢，就是学员们揉出来发酵出来的味道。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呢，让我们的消费者知道呢，食农教育，让他们可以知道我们茶农的制茶的辛苦让消费者来感受一下我们平常时的生活。等待茶叶干燥的时间，大家也一起制作了苹果派作为茶点，并在最后由老师一一品评每位学员制作的陶印红茶，加码体验小型制茶比赛的紧张刺激。龟山区农会期盼透过每年固定举办的制茶体验活动，不仅推广食农教育，也发扬在地好茶和茶厂，让更多人来了解。记者刘雨婷台报道。感谢您收看11月24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柯曼金，咱再会。